来关心立法院的预算中心，最近有公布国防部每年的预算评估报告，其中国军的志愿役是减到15.5万人，伫第一线战斗部队实际上去做兵的人数是无到计划的8成。报告内底是指出讲，安尼恐惊影响咱国内培养长期的军力。严格国防部有澄清，是讲即马主要部队的编制平均现有的拢已经超过8成以上。立法院的预算中心最近是发布国防部每年度的预算评估报告。除了警告讲，国军志愿役的官兵即马人数已经降到15.5万，国讲真济第一线战斗部队的编现比是无到8成，包括陆军外岛步兵部队、炮兵部队、海军各舰队部队，其中有反舰防空动人的海防大队、含空军的防空和飞弹部队嘛，互点名。海军的海防大队是机动化的陆基地对海反舰飞弹部队，因为国军会伫2020年以前，小连续摕到各组的向风2型、3型和向山精灵型反击飞弹，嘛按算伫2028年以前，摕到100套的美制陆射鱼叉飞弹。因为操作的飞弹数量增加，海防大队嘛会分阶段来扩大编制。第一步就是明年底进前，拓作海军制海飞弹指挥部，若人力无够，都会是一个警讯。国军可能接下来会碰到的就是有武器，但不一定有人来使用。我个人会认为，其实现在的国军正在进行一个重新的转型，他会去重新的去编配。国防部是回应讲，目前国军主战部队平均的编现有8成以上。另外，联合报讲，国防部今年5月是修订国军军事投资建案作业规定，正特讲要用第一预备金去支应已经超过预算的编列时程，但是真要紧的建案，这项质疑讲这是互军购先做才通知的这种条款，预算中心嘛认为爱思考敢不适合。有关新增第一预备金20亿元，它是一个公务预算，所以仍然会需要经过立法院审议3读，所以媒体所谓的上方保荐条款并不是事实。公布指出讲，相关立法院预算中心评估报告建议，这种案按照预算法第83条，国防紧急设施也是战争，另外提出特别预算，国防部会考虑敌情变化加紧，来斟酌考虑相关的政备需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